快消息来看，苗栗警方昨接到台电的报案，讲公馆乡一搭高压电塔后，一个查甫人搬落去15米深的井内底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查甫人哦，伊可能是偷摕电缆线，才会发生意外。 救援人员以吊挂方式，甲吊伫内底细落的查甫人救起来。虽然伊还佫在人，毋过规身躯无力，甚至是无法度讲话。先生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先生。台电伫咧苗栗公馆2号堤防附近的一支电塔，讲因为接到电塔监控通信信号反向的通知，派人去查，却发现讲这细落的查甫人摔落去电塔内井下底。 不过，伊毋是台电的人，疑似是要来偷捡电缆的。学长上去看到有东西，有面包在上面，他就觉得怪怪的，然后他就往下面喊一下这样，然后有人回他，他吓一跳。消防人员着空气呼吸器、携带气体探测器后进入接触民众，发现民众意识清楚，肢体无力。 这查甫人是摔落去15公尺深的电塔内底下底，就伫咧塔管的电缆甲地下电缆管道交界所在，可能已经摔伫内底条规暝，送医了无大碍。台电表示，这条高压电是对通宵送电161,000伏的主要线路。我想窃水大概有稍微知道这个是有送电的，因此他就是捡那个没有送电的设备，破坏的是附属的通信线路。 还有接地线，查扣遭剪断之白铁卷绕管1条，以及泛滥工具1批。警方根据现场相关证据判断，这细落的查甫人就是要来偷捡电缆的，依照窃盗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。虽然电塔主要送电设备拢无损害，不过其他受到破坏部分，台电后续嘛会甲讨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